如果我被这把枪打中，我最想干的一件事就是冲进一大堆碳水化合物中，然后玩命的吃。我左手吃面，右手吃馒头，然后拿着米饭，我裹着糖，我在那吃，因为我有理由，我被打中了而已，我不是不自律。就平时生活中不敢做，但是只有梦里敢做的一些事儿吧。那我就不说啥了，说了以后估计播不了。我会激励自己，努力的、认真的，好好睡一觉啊！最近太累了。我是巨蟹座，我很懒，所以我想给自己点动力，让自己出去玩。那我可能会发脾气、焦虑，然后疲惫的时候，然后就想嘶吼一下，好好演好多戏，挣好多钱，躺着赚钱啊！我嘎枪嘣儿一下，我直接能赚钱了，我就有点困难，就是这么肤浅又直接。重新上台说脱口秀，我现在估计靠自己的意志力应该是上不去了。最近就比较受体重的困扰，所以就想减肥。我要爬山，我要健体，我要健身，我要有氧无氧运动，我要吃氧运动，我要吃氧运动。努力当一个好人。就是觉得自己人品实在是太差了，很懒得去自我提升，然后有了这样一把枪之后呢，就可以把自己是变得更加美好。我觉得我还是会像现在一样，因为我平时就是一个特别积极的人，对，我积极的面对生活，积极的工作，积极的拍戏，人生无非积极二字。为什么大家听到会笑？没人笑，没人笑，你幻听了，没有人笑。这个屋子里现在有180个人，没一个人笑。谈场恋爱，虽然有点大同小异，但是还是蛮想谈恋爱的。如果能有2枪的话，我想打给他俩，让他俩别谈恋爱的事儿了，有毛病吧？我想要打中屏幕前面观众老爷们们的心，因为我在这部剧里面有小小的出现一下，记得去一键10连哦。给我家的那些花花草草给1枪，因为我实在养不好它们，让它们自己长吧，好不好？我特别想打给我的脂肪，就是让它自己消耗，就不用运动瘦下来。对，我会让八戒去跳《本草纲目》减肥。哎，刚刚谁在说话？赶紧飞到我儿子留学的地方，然后咚的给他1枪，他就去好好学习，好好打球。我还是想打给我的父亲，我想让我爸赶紧把我车贷款还了。我想让我爸爸好好疼爱疼爱他这个女儿。爸爸听见了吗？爸爸。我希望能打给我身边就萎靡不振，然后没有生活动力的朋友，希望他们去积极的创造价值，享受生活。就先给教主1枪，我不想让他兴奋，我想让他睡一会儿。他平常就是一个非常兴奋的状态。我最想给刘洋教主1枪，让他远离那些碳水。最想干的一件事就是冲进一大堆，远离碳水，左手吃面，远离碳水，右手吃馒头，远离碳水，玩命的吃，远离碳水。这1枪我会打给石老板希望他对自己的员工积极一点，就是在发工资的时候就是积极一点。石老板，我最希望1枪打中石老板，让他好好把自己的段子练熟一点。我在剧里面引用石老板的段子，给石老板写了段子，石老板讲自己的段子，讲成了一坨石老板。希望让他好好练一练。